来到新竹新埔，可以感受浓厚的客家风情，每一项体验都各具特色。下一站，我跟轩轩要感受休闲农业区里头的淳朴风情，欣赏美丽的园区景观。我们还要体验将碾当食材加到点心里头哦。你看好多花花草草哦。这个干妈，这个是什么？俩很捏，可以做捏板哦。我们叫老板教我们做，好吧？好啊，走。节庆中常见的碾，经过老板的巧思，竟然可以加入糯米团当中调味。老板说，加入碾的糯米丸子会有一股独特的香气。特别的是，在这里你还可以体验碾然呢的3种吃法。哇，你看咱碾吼，应该去糯糯吼。就碾梅团哈，冻香哈，冻香我形容哦。那我哋板团特别多啦，咧切哈，安尼就做嘛，做碾板、碾漆、碾染，冻去哈，我形容系个梅团。老板准备了好多模具，让轩轩兴奋地做出一颗又一颗独一无二的碾然儿。老板说，捏好丸子之后，要先下锅煮，才可以到外头的炭火上烤丸子。你看哦，你偷在妹妹做，因个含酱哦，像妹妹这样哈，呀，冰爽了哟哈，你来烤到安样好，这个安样好，擦擦袂当好食的哈。你底下存的下落去来烤哈。轩轩，你看，俩很你手感碾然呢。你看冻香哦哈，这好像很好吃。对呀，而且自己做的更棒哦。哎呀，冻好食哦哈，快流口水，对不对？哎，小心哦哈，冻烧，人家好哎。第二份你要种来哈，皮条粉上会冻好食哈，妹妹那一份一点皮条粉弄会冻好食哦嘿。这里的碾然呢有3种吃法。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摊烤，更可以放到汤里头变成汤圆来享用。每一种吃法都很美味哦。而除了碾然儿，这里还有很多传统米食，有甜有咸，让我跟轩轩吃得好过瘾。这个我觉得是你爱的芝麻口味。我最爱吃芝麻。我知道。真的，我看不见。好，给你一个。轩轩，俩海你走改碾然啊，真的好好吃。对呀，而且有捏改梅汤。